本集测马老表云南过桥米线君子炖鸡尾，参考价格 2.3 元左右。切上结论，方便米线的脂肪偏低，建议加2个蛋。米线软烂 Q 弹，料包有香菇干，入口菌菇味道很浓，鸡肉味突出，但是味精的鲜味很重，汤底略咸，没有香菜，不辣，味道一般般。数据验证，废油炸米线饼重量 85.7 克，米线宽 1.1 毫米，厚1毫米，米线饼尺寸 10.3 厘米，料包 30.9 克，总热量382大卡，相当于332克米饭，1碗半的量，建议每顿不要超过2包半。脂肪 8.8 克，脂肪量低，低于建议摄入量。冲泡时间9到12分钟。泡开后的米线重量 236.4 克，膨胀 2.8 倍，饱腹感较高。测韧性，米线拉伸 3.7 倍，温质拉力 0.084牛，韧性偏低。